中国福建含连江县做伙推出号码当城通卡，内面各有人民票300块。这马祖民众若去到中国福州，会当有一寡优待，甚至县长交代这交通旅游局乡公所就要协助办理。外界认为讲，这就是一种统战。陆委会表示，连江县政府确实有斗3工，考抗了后呢，是无甲民众的雇主交出去。那准是要办或者是唔办，马祖民众家己入去中国再来做决定。摕号码当城通卡，我咪笑容这张卡将马祖有名的地标巨型马祖像当作世界重点。这张卡是由中国福建的福州市政府发行，和马祖民众入境福州的时，享有坐公共交通、指定饭店住宿等的优惠。马祖同胞推出福马同城通卡，马祖同胞可持卡享受福州全市范围内公共交通及指定酒店住宿优惠。中国为了推动号码当城生活圈，福建省人民政府推出惠台13条措施，号码当城通卡就是其中一项优惠。连江县长王忠明也伫各地并且大文宣告这项代志，也交付交通旅游局委托乡公所协助办理，请民众提供身份证字号等的字，和外界解读这是一张统战卡。明显的用经济红利来做统战，而过程中它所隐藏的其实是国安危机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不应该只以台湾本岛来去看，应该是以这个马祖人的需求，同一个生活圈来去看待。学者认为，中国想要用小利益来换大利益，那爱注意卡片的治安疑虑，也有国安等政治风险。这不只是治安的疑虑，这根本就是一个国安的一个渗透啊！它就是用一种优惠，一方面是收买人心，一方面是要创造一种省对省的一种，我觉得叫低阶对应的关系，把你从国对国的关系，把它降阶成为省对省。连江县政府有跟我们联系，好，那我们有提醒他，这个是很可能触及到两岸条例33条之一。他们给我们的答复是说，他们不会把各自送过去。陆委会表示，连江县政府确实有代办行为，迄当时联系陆委会，经过陆委会通知涉及两项条例，可肯组织了后，除了贴条官网代办信息，也无将雇主交出去。另外，个人申办监视处罚，因为无明确法规有待建议。连江县政府回应，只提供地点甲方式，请乡亲入境中国时，以个人意愿自行申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